澳門，一個東西文化交融嘅中心，一個多元民族嘅地方，亦係一個有東方蒙地卡羅美譽嘅旅遊城市。呢個中西文化匯水嘅地方，有今日嘅成就，可以從450多年前講起。澳門位於珠江三角洲西岸，包括澳門半島、氹仔同路環兩個島。澳門又叫做濠鏡澳、馬交，而最早嘅名稱就係香山澳。澳門原本係香山縣南面嘅一個孤島，遠古時代仍然未同大陸相連。後嚟因為西江堆積嘅泥沙喺澳門同大陸之間沖積成一個沙堤，於是澳門同大陸連成一體。自此之後，澳門就成為中國嘅一部分，跟隨住中國嘅文化而發展，一直到16世紀，呢個情況先至改變過嚟。1557年係澳門歷史一個重要嘅年份，因為喺呢一年，葡萄牙人踏足澳門，意味住西方文化正式喺澳門展開。而隨住葡萄牙人到嚟嘅，仲有一批一批嘅天主教傳教士。要了解天主教喺澳門4個多世紀嘅歷史，必須要從澳門嘅聖堂講起。450多年前，每一個修會到澳門嚟傳教，首先都會擇地興建聖堂，因為聖堂係教會傳播福音嘅地方。初期聖堂嘅建築都係非常簡陋嘅，有啲就由茅草搭成，有啲就係用木板建成，全部都經唔起風災同火災。但係喺各傳教士不屈不撓、鍥而不捨嘅精神之下，屢毀屢建，澳門嘅聖堂先至有今日嘅面貌。所以澳門嘅每一間聖堂都包含住澳門天主教450多年嚟同澳門一齊成長嘅歷史，亦包含住中西文化藝術嘅交融。望德堂原名拉匝祿堂，又叫風堂廟、發瘋寺。根據史書嘅記載，聖堂大約建於1568年。不過任職尼西亞主教嘅耶穌會士賈內奴主教已經喺聖堂興建前喺呢度設立咗麻風院，並為咗方便病人嘅祈禱，喺院舍旁邊設立一間小聖堂，即係拉匝祿堂嘅前身。由於聖堂供奉聖母望德，好多人覺得麻風呢個名字不雅，所以改稱為望德堂。而家望德堂前面有一個用石做成嘅十字架，喺十字架下面嘅石碑用葡文刻住望德十字架1637年立，亦都可以作為呢間聖堂嘅歷史證明。而望德堂現時嘅面貌係1886年修建之後確立嘅。1749年，清朝政府禁止天主教嘅傳教活動，所有聖堂都被封禁。由於望德堂處於當時葡人活動嘅範圍，所以未被封禁，於是就成為澳門唯一嘅華人聖堂。當時屬於天主教信徒嘅中國人都搬到聖堂附近居住，而佢哋居住嘅地區就被稱為進教圍，係領洗進入天主教會嘅意思。而除咗住宅外，進教圍裏面開設咗學校，包括喺1933年開設嘅望德學校，同1939年開設嘅恭進學校。到咗1979年，呢兩間學校就合併成為今日嘅教區聖若瑟中學。除咗麻風病院學校之外，喺望德堂嘅右邊仲有一間清安醫所。醫所係由望德堂所創辦，後嚟由清安醫所值理會管理。最初醫所建立嘅地方係喺望德堂左邊嘅北閘，即係而家嘅馬記士街。1895年先至搬到現址。醫所建立嘅最初宗旨係為教友提供一個療病嘅地方，以及為老死者殯殮辦喪。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值理會唔再劃分宗教信仰，
將服務對象擴展到全澳門有需要嘅市民。到咗1944年開始，聘請香港寶血會嘅修女管理院務，直至1997年為止。1576年1月23日，羅馬教宗額我略13世宣布將澳門升為天主教主教區，成為近代遠東第一個主教區。澳門教區成立初期範圍極廣，包括中國、日本、安南同東南亞沿海各島嶼。而澳門教區自建立開始，奉聖女加大力納失納同聖方濟各沙勿略為主保，以宣示澳門傳教士嘅獨特氣質。除咗係傳播基督福音之外，並致力促進科學交流同推崇道德，所以又以科學與道德為教區嘅座右銘。而當時嘅簡來奴主教就被委任為澳門嘅處理主教，望德堂則被用作為澳門嘅主教座堂。後嚟主教座堂遷移到大堂，而大堂旁邊嘅澳門天主教公署就成為澳門天主教教務行政嘅中樞。主教座堂建於1622年，係奉獻俾聖母聖誕嘅。1835年被颱風摧毀，維修期間，玫瑰堂代替主教座堂進行宗教活動。1845年至1850年，馬主教肩負聖堂嘅重建工作，佢邀請咗土生葡人湯馬士阿基諾負責建築設計。期間，馬主教亦提供咗好多修改嘅意見。聖堂於1850年祝聖啟用。到咗20世紀初葉，聖堂再進行大規模嘅維修，並喺1938年由高約瑟主教主持重修後嘅盛大開幕禮同祝聖儀式。受住聖堂嘅影響，聖堂周圍嘅街道亦因此而得名，例如大堂前地、主教巷等，足見天主教同澳門人嘅生活已經逐漸融為一體。喺大堂山腳下，仲有一間富有價值嘅建築物——仁慈堂。仁慈堂位於議事亭前地，大約喺公元1569年由簡來奴主教創辦。仁慈堂可以話係早期葡人喺澳門組建嘅慈善機構，設立後展開咗各項慈善工作，包括興建醫院、育嬰堂、麻風院、老人院、孤兒院、墳場，以至聖堂，救濟有需要嘅市民，使到貧者得助、幼者得養、病者得醫、死者得殯。而喺仁慈堂附近，亦有另一座古舊聖堂玫瑰堂。呢座聖堂原名聖多明我堂，又叫做板樟堂或者係玫瑰聖母堂，坐落喺澳門板樟堂前地。1587年7月，道明會士計劃建立玫瑰聖母會院，作為向中國傳教嘅總部。於是喺營地街市旁邊嘅空地上，用木造架，再用木板作為屏障，建成一間木屋聖堂。當時嘅人就稱佢為板樟堂，而板樟堂呢個名亦都沿用至今。玫瑰堂除咗作為修院用途之外，亦曾經改變成為其他嘅用途。喺1868年，澳門警察總部就曾經設立喺呢度啦。玫瑰堂原有嘅式樣係屬於歐陸式嘅建築，到咗1828年再加重建，大興土木，一改以往嘅舊貌，令到佢嘅宗教藝術風格更加突出。
根據1874年嘅文獻記載，具有巴洛克菲律賓風格嘅玫瑰聖母堂係城市中最有藝術價值嘅聖堂之一。聖堂內部色彩繽紛，供奉有聖母聖嬰像，所以又叫玫瑰聖母堂。聖堂裏面亦存有好多畫像、雕像等藝術品。而家聖堂嘅閣樓開闢成為一個小型嘅博物館——聖物寶庫，裏面珍藏咗接近300件宗教藝術品。呢啲珍貴嘅文物展示咗天主教喺亞洲區嘅發展史，當中包括無數由當地工匠為非洲、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同澳門聖堂所作嘅精美聖像。而呢間聖堂嘅另一特色就係花地瑪聖母出遊。1929年，經教宗准許，每年5月13日，澳門天主教徒都會參與1年1度嘅花地瑪聖母遊行，而起點就係由呢度開始。由於玫瑰堂位於市中心地帶，所以係旅客必到嘅地方。而花地瑪聖母遊行，除咗吸引無數澳門市民、遊客圍觀之外，更加係攝影發燒友嘅一大攝影盛事。聖奧斯定堂亦係澳門古老嘅聖堂之一，建於1588年，以創建呢座聖堂嘅奧斯定會主保聖奧斯定命名。呢座聖堂附有修道院，係傳教研道嘅地方。佢嘅傳教方式係專用英語報道，可以話係澳門當時唯一嘅英語教徒嘅聖堂。聖奧斯定堂又叫龍鬚廟，位於澳門崗頂前地。啱啱建嘅時候，聖堂同修道院十分簡陋，用葵葉覆蓋，遠望就好似龍望激樹，華人稱之為龍鬚廟，跟住就訛傳為龍鬆廟。後嚟，澳葡政府接受苦難耶穌教友善會嘅申請，將該堂交由其管理，條件係必須重修聖堂，並負責常年修葺嘅經費。該會會員多方籌款重建聖堂，並加建鐘樓1座，配上計時鐘，加至聖方濟國會聖堂嘅大鐘同講道台等。而家該堂仍然保留原貌。正祭台就改為放置苦難善耶穌嘅聖像。每年4旬期第1主日前夕同正日，聖堂都會舉行傳統嘅苦難善耶穌聖像遊行。耶穌苦難像會由聖堂出發至大堂，到翌日再遊行返回聖堂內。呢個活動係由苦難耶穌教友善會負責組織㗎。呢個遊行活動已經有好多年嘅歷史，但係並唔知道開始嘅確實時間。不過由1851年嘅會議記錄之中，我哋可以知道嗰陣時已經有遊行嘅進行。呢個宗教活動唔單止係澳門嘅信徒參與，每年有好多信徒專程由香港返嚟澳門參與呢項盛事，並且吸引咗好多嘅遊客。同聖奧斯定堂相對嘅係聖若瑟修院及聖堂。修院裏面嘅聖若瑟堂喺1758年落成。聖堂呈十字架形而建，最突出嘅係佢巨大嘅穹頂。呢個亦都係巴洛克建築嘅一大特色。喺牆壁上可以睇到好多墓碑，
1619年，聖方濟各沙勿略嘅前臂遺骸，亦都由果亞帶返嚟澳門，而家安放喺呢度。聖堂係屬於聖若瑟修院嘅一部分，喺1903年、1953年曾經進行維修，而最近一次維修就係1999年。聖若瑟修院係耶穌會所創辦，初期可以話係聖保祿書院嘅分院，專為培植中國傳教士之用。華人稱為三巴仔，而稱聖保祿書院為大三巴。到咗1835年，聖保祿書院遭雷火焚毀，聖若瑟修院就成為澳門唯一嘅高等學府。修院曾經經歷過7次易主，教區司鐸、顯示會會士都曾經接手管理。而聖若瑟堂嘅氣派更加係澳門聖堂中首屈一指。聖堂裏面有經樓，係由4根巨大盤旋嘅木柱支撐，呢4根木柱已經超過200多年嘅歷史。經樓可以容納100多人念經，旁邊有幾條連接鐘樓小鐘嘅繩索，只要拉動繩索就可以奏出悠揚嘅音韻。而鐘樓裏面亦放置咗一個1796年鑄造嘅大鐘。聖堂後面仲有一棵圓周大約11米嘅參天古樹，至今已經有幾百年歷史㗎喇。1951年喺聖奧斯定堂附近，耶穌會陸毅神父創辦咗明愛呢個社會服務機構。明愛創辦嘅宗旨係舉辦各種社會福利事業，例如托兒所、孤兒院、安老院、醫療所、傷殘養老院、青年中心等，服務對象遍及全澳市民。1983年，明愛成為國際明愛會員。1986年，澳門政府正式承認明愛係澳門教區屬下嘅機構。據一名香港大學建築系講師表示，1600年至1605年之間，聖老寧座堂已經存在，並且有好特別嘅風格。而到咗1618年，聖堂裏面又加建咗病人之泉聖母小堂。聖老寧座堂原本係由民間建築奉獻俾聖老寧座，後嚟由教區嘅神父接管。據講，聖堂附近仲有一間由當時市政廳負責管理嘅小學。嗰位建築系講師表示，聖老寧座嘅圖蹟係一個好有天分嘅澳門人所繪畫，而且呢個人對建築非常熟悉，所以聖堂並唔似澳門一般嘅傳統聖堂，佢嘅大小結構都同西歐地方所見嘅聖堂一樣。而呢間聖堂較為突出嘅係冇橫梁，並糅合咗東西方嘅文化同藝術。聖老寧座堂喺1801年至1803年曾經進行維修。喺呢2年，聖若瑟修院代替聖老寧座堂進行宗教活動。而喺1844年至1846年，聖堂再度維修，呢一次就由聖奧斯定堂代替佢進行宗教活動啦。而最近一次維修係1994年。另外，受颱風侵襲嘅影響，
聖堂亦都作出2次嘅重建，最近嘅一次係喺1854年。而喺聖堂前地有一個十字架，寫住1811年，相傳係有一個墓地立喺呢度㗎。沿住南環、西環而行，會經過華人供奉海神嘅地方媽祖廟，繼續沿岸北行，會到達沙蘭仔。抬頭望過去就係澳門另一間古老聖堂聖安多尼堂。聖堂於1930年重建嘅時候，喺聖堂前地設有一個石刻，上面記載住聖堂於1638年建造，1809年遭大火焚毀，1810年重建，1874年再被火燒，直至1875年再重修。由於聖安多尼係婚姻嘅主保，所以好多信友都會選擇喺呢間聖堂度舉行婚禮。另外，聖安多尼堂同社會有住緊密嘅接觸，喺聖堂旁邊附設一間老人中心兒老之家，為該區嘅長者服務，例如舉辦各類適合長者嘅活動班、手工藝班、書法班、土風舞班、戲劇班等等。亦都有為長者定時體格檢查、心理輔導等。而聖堂為咗效法主保聖安多尼，每個月更加會派米俾貧窮嘅人，使到喺福傳之餘，亦都將天主嘅愛德散播至各階層。聖母雪地殿聖堂坐落喺東望洋山望洋台，建築日期不詳，大約喺1622年之前已經存在。1996年發現聖堂裏面有好多壁畫，壁畫裏面除咗畫有西方嘅宗教畫像之外，當中亦滲透咗中國傳統嘅神像，展示出中西合璧嘅獨特色彩。另外，聖堂門口有一塊石板，刻住1720年，而聖堂右邊嘅一個古鐘，上面刻住此鐘為澳門市最高首長迪西亞總隊長於1707年為東望洋山聖母隱修院而製，同埋於1824年重鑄等字樣。要介紹澳門天主教嘅歷史，不得不提嘅係天主之母聖堂。聖堂建於1580年，但分別喺1595年同1601年被火燒毀。1602年聖堂再重建，直至1637年先至全部竣工。而聖堂前面嘅68級石階係後期先至加建嘅。1835年1月26日黃昏，聖堂經歷第3次大火，亦都係最嚴重嘅一次。整座聖堂幾乎付諸一炬，只係保留最珍貴嘅錢幣，亦成為澳門最著名嘅古蹟大三巴牌坊。天主之母聖堂嘅建築糅合咗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同東方建築嘅風格，中西合璧，雕刻精細。當中包括嚟自葡國、中國同日本等地工匠嘅手藝，而錢幣全部都係用石雕製成，由耶穌會會士設計，糅合咗巴洛克嘅建築風格同埋中國嘅建築特色。1990年至1995年期間，政府喺昔日聖堂嘅地點進行咗維修工程，並建成一個天主教藝術博物館。
本來收藏咗本澳各聖堂同修院具代表性嘅畫作、雕塑同禮儀飾物等等，當中包括日本、越南等殉道者嘅骸骨。16世紀嘅時候，耶穌會創立咗好多學校，比較著名嘅係聖保祿書院，佢係遠東區一所歐洲式嘅大學，肩負咗整個遠東地區嘅傳教士培育工作，所以從歐洲嚟嘅傳教士都要入讀聖保祿書院，學習神學同語言，目的係方便到中國、日本等遠東地區傳教。可惜1835年大火之後，書院已不復存在，而包含中西文化、藝術於一身嘅聖保祿聖堂，亦只係剩下一面錢壁，供後人追思。大三巴牌坊已經成為今日澳門嘅地標，佢係一個代表宗教嘅地方，亦都係一個旅遊勝地。喺呢一度可以體會到天主教嘅精神，就好似呢座錢壁一樣永固不倒。